就差那麼一點，我就成功了，你知道嗎？如果我得到了顾西城，凭我的智慧，一定会得到神龙集团。到时候，你也不会再被別人打壓。只要我拉你一把，你一定會成功的。你到現在還不了解我嗎？我傅博雅不會靠女人，我不會靠女人得到成功，那樣我不如去死。琉璃，你清醒一點，你放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，我已经不能放手了。我已經付出太多了，你知道嗎？为了這個，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們的孩子，我們的孩子。他已經3個月了，卻被我打掉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付出這麼多，卻輸給一條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會成功的。你们2個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們倆本來就沒什麼。還沒什麼。奶奶看到你們倆呀，能這麼和睦相處，我就放心了。锦溪呢，是我從全國院校的高材生裡面選出來的。她的家境雖說不如咱們家，可那也是書香門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聽見沒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裡啊，永遠是個孩子。